咱特别透过今仔日的吟诗，咱来学乐，咱求上帝圣神，甲咱作为基地。即时，咱来献开圣诗第165首。这条歌是非洲的歌，所以旋律真简单，所以吟唱的时阵会当真自由。咱会当和第2部、第3部，或是这个第4部拢欢迎，而且甚至会当自由来吟。咱来听琴弹一遍，好来。掌管荆棘，你的国度，可见你的掌管。困求相信，我命充满愿。困求相信，我命充满愿。咱咧吟的时阵吼，特别唱到副歌，迄个连续2遍，爱连续唱。这条歌有四节，所以连续唱4遍。8遍，吼，连续唱8遍。所以吟到尾啊，迄个副歌的所在会当免看词。咱咧恳求圣神换命充满愿。咱唱到这的时阵嘛，无得较看家己尔，因为愿是代表啥物货？就是不止一个人啦，吼。所以当咱吟的时阵，咱会当恳求圣神换命充满愿，坐伫你边仔迄个，甲你就是愿啦，吼。好来，咱来吟第1节就好，吼，第1节来。听预备，来，听当圣神，求你降临，感动阮的完全，掌管敬虔，你的国度，复定你的掌管，恳求相信。我命充满愿，恳求相信，我命充满愿。第1节，再来一遍，来，听当相信，求你降临，感动阮的完全，掌管敬虔，你的国度，确定你的掌管。恳求相信，我命充满愿。恳求相信，我命充满愿。愿圣神甲咱做伙伫地，圣神降临节，圣神的临在，不只是咧代表迄个。外在形体的改变尔，所以毋是只有圣神临在，只有代表是安尼准的安尼尔，毋是。圣神降临是一个上帝改变人的开力。当上帝咧改变咱爱清楚、详细了解，原来这就是上帝的圣神。这时咱来献开圣诗第521首。我知影，这个伫喙暗，咱真歹吟诗，总是迄个大声来吟出来，对身体甲灵魂拢有帮助，所以真可能会当大声来吟。这条歌咱应该较熟，这条歌是宣教师，特别是。吴牧师娘所伫台湾的时阵所写的一条歌，所以当咱来吟唱这条歌的时阵，咱来知影这条歌其实是宣教师吴威廉牧师娘真特别。伊的翁婿死了后，伊搁落去台南新南医来南部，所以嘛有人讲伊是台湾音乐迄个特别教会音乐的创始者。总是不管安怎，透过这首诗歌，咱知
当人欠亏的时阵，咱得爱互相帮助。咱做伙来吟一遍。你若欠亏一失望，我着尽力来帮助。求主看了就欢喜，显明真实盼得你。我可以上天，我可以上天，我可以上天，求诚心来帮助。愿上帝恩典，甲咱做伙伫地。也这平安。哦，这时咱礼拜的时间已经到，咱请毕万新来敬拜，请作乐。全体拢着对上帝来出欢喜的声，唱歌学落伊的名的荣光，用学落的话来显明伊的荣光。三甲来吟圣诗学落上帝，圣诗第765首，听同圣神求你降临。会众请起立领全首。也当相信，
求你降临，感动阮的完全，掌愿敬仰你的国度，确定你的掌权，恳求相信我命充满我，恳求相信我命充满我，也通相信，求你点头对主会人信用，赞你主名，追求合一，应礼拜应用，恳求相信我命充满我，寻求相信我命充满我，也通相信愿你智慧因带古之恩典，你将万物从着我心，掌管化以回应，恳求相信我命充满我，恳求相信我命充满我，求你透望混乱世界，无有冲突影响，赞你主名，尽力追求，全地好海三听，恳求相信我命充满我，恳求相信我命充满我。咱犹原今日用使徒圣经来做咱的信仰告别。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以本丢比拉多人来受苦，定十字架死埋葬，得永福。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名，伊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圣公道的教会，圣道的上空，最赦免，就退给我，永远的活命。阿门。谢谢。撒迦来启应，启应文第25篇，暂时也是诗篇103篇。我来启请会众来应。我的信心就称赞上主。我的信心就称赞上主。伊赦免你拢总的罪，伊叫你脱离死亡的陷阱，伊用达款好物，互你一世人满足。上主施行公义。上主有慈悲，有仁爱。伊袂孤长责备，伊袂照咱的罪过责罚咱，天离开地有偌悬，当离开西有偌远。老爸安怎疼惜家己的囝儿？因为伊知影咱受造的本质。人类
因的性命亲像草，因亲像野花生长茂盛，风一个吹就消失。无人会阁看到。毋过上主永远疼惜敬畏伊的人，伊的公义对待因的子子孙孙，就是迄个遵守伊的约。用心遵行伊改命的人，上主伫天顶设立宝座，伊的主权普及万有，有大权能的天使听叹上帝的话，执行伊命令的使者，恁拢着称赞上主。所有的天君执行伊旨意的车使啊，恁拢着称赞上主。伫伊掌权逐所在，所有的被造物啊，恁拢着称赞上主。我的心情嘛，着称赞上主。咱同心来祈祷，听当阮的天父上帝，你是创造宇宙万有的主，万权能的上帝，也是掌管阮生命中所发生一切的主。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对即时直到永远。愿一切荣光拢归予万权能的上帝。上帝是阮的避难所，是阮的关台瓦靠，阮的拯救，也是阮伫患难中随时的帮衬。感谢你圣灵的陪伴、管顾甲保守，无论阮伫倒落，你拢甲阮同在。特别是在台湾新冠肺炎，我要甲病毒共存关键的时刻，互台湾的疫情会当得到好的控制，减少重症甲死亡的威胁。求你帮衬，互阮免去因为新冠肺炎带来一切忧虑的思想。阮要把这一切忧虑拢交托互主，因为你顾念阮。愿在你的恩典教育阮用当互阮安然来经过。求你救阮脱离凶恶，享受你的平安，伫这土地，互阮免伫受到病毒的危害，因为你是以马内利的上帝。耶稣伊本身替受咱的软弱，担当咱的病症，咱着爱学习，甲一切拢交托互主，求主赏赐咱，无论啥物境遇，咱有一个平安搁顺服的心。愿身体欠安，拄到病痛的兄弟，求圣灵安慰因，帮助因，辅助因，坚固因，借着医生甲医药，互因脱离身体的病痛，来得到医治。阮伫遮为了陈志义兄弟的后生陈冠兄弟，因为车祸头壳内底出血，伊的手术医治，甲未来复原来祈祷，求主你伸手大能的手，医治冠人，互伊脱离危险，受伤的部分也能够紧紧来复原。阮也为了阮可能会长老的查某囝佩如来祈祷，佩如因为肠癌毛病住院1个月，住院期间受到感染，恳求主施恩怜悯，赐下圣灵，借着医生的手来医治伊，互病情得到控制，会当全然得到康复。求主保守因的家属，得到保守，伫照顾冠人甲佩如期间出入拢得到平安。今仔日是主的圣日，无论我伫倒落，拢爱把这个时间来分别做圣，用虔诚敬畏的心来敬拜你。阮将今仔日的讲台交到伫主的手中，求主借着牧师来抛让你爱阮知的信息。当我们开始今仔日敬拜，求主圣神亲自的带领，祈祷感谢，拢是奉主耶稣圣尊来求，阿门。接下来看上帝话，记载自新约圣经路加福音书10章25到37节，看本圣经是96页。
台语汉语本圣经是158啊，显着我来读。25节，有一个教如何的先生起来试伊，讲：先生啊，我着怎样做，才会得到永活？耶稣对伊讲：伫法律有记什么？你读了怎样？伊应讲：你着尽心、尽性、尽力、尽意听主你的上帝，也着听厝边亲像家己。28节，耶稣甲因讲：你所应的是对，行这个就会活。若是伊爱显明家己做着，就对耶稣讲：是水，是我的厝边。耶稣因伊讲：有一人对耶路撒冷落去耶利哥，拄着贼拔伊的衣裳，拍伊到半死，放下地做伊去。错觉有一个假祭司对迄条路落去，看见伊就闪对迄边去过去。阁有一个利未人到迄个所在，看了犹原对迄边过去。独独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对遐过，看见就怜悯伊滚瓦，用手添伫伊的伤的所在，甲伊包着，将家己的精神互伊行，带伊到客栈来照顾伊。35节，隔日摕囡仔2个，互店主讲，着照顾即人所费的若较加，我倒转来才行你。即3人中，你拍算倒落一个做拄着贼迄人的厝边。伊讲，怜悯伊就是耶稣甲伊讲，你去照安尼来行。以上愿上帝赐福听伊话，搁来行的人。正道咱请牧师来正道。伊正道的题目是：我是水的邻舍，我是水的邻舍。大家平安。愿上帝恩典甲咱做伙伫地。我拄一开始练习的时阵已经有讲过，今仔日是圣神降临节。圣神降临节，原则上就叫做基督教会的生日，因为圣神降临节是要纪念《使徒行传》第2章迄个五旬节的时阵，一群人，一群敬虔的人去到耶路撒冷，因去到耶路撒冷。无伫圣殿内底拄着上帝，颠倒伫因自执咧祈祷的时阵，圣神来到因的性命内底，来到因的头顶。所以圣神上要紧的工课是临到人的时，互人改变。因为刷落来，因做啥物代志，因就开始开喙，因为迄个火亲像纸共款，伫因的头壳顶迄个。唔知发生啥物代志，风火总是更较要紧的是，因逐人就开始开喙来见证上帝会听，用无共款的语言。换一句话来讲，圣神的气力唔是现象，圣神的气力是改变。圣神若无带互人改变，那安尼。咱就不配成做今仔日的教会甲基督徒。换一句话来讲，咱要哪庆祝教会生日？对迄天开始，第一个教会就产生，所以这叫做教会生日。通常咱咧庆祝生日的时阵，会点蜡烛对无？我认为今仔日的教会甲基督徒爱学会晓。点到家己性命这支蜡烛，献上活祭，这才是咱逐人咧庆祝教会生日上要紧的代志。愿上帝话，上帝气力、圣神的气力，甲咱做伙伫地。所以我即时要邀请你，你的头前，你的后壁，虽然。介绍袂当凊彩接触，总是你会当甲伊讲一点即个温柔的话，你会当互伊的性命内底亲像有圣神的火就倒起来。愿上帝的话甲咱做伙伫地，所以请你会当边仔的人讲，
真欢喜你坐伫我边仔呢，真欢喜甲你做伙做礼拜呢。咱做伙来祈祷，求主帮助阮会晓点导阮的性命，透过你的话语，透过你所赏赐的圣神，互阮得到真正的活命。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路加福音第10章一开始就描述耶稣找72个学生。使徒出去传福音，因这群人因为互人拒绝，来感觉可惜；嘛因为有人接待因，来感觉甘甜。总是要紧的是，因愿意详细宣告上帝国要来的消息。因为安尼，这群使徒欢喜就转来甲耶稣分享，伫迄条传福音的路上。连鬼拢服因，主耶稣答应讲：我已经互恁权柄，通互恁为主伫人的心甲这个世界备办道路。因为安尼，恁的名要记伫天里。咱爱知影记名这样代志，是当时罗马帝国咧人口普查的标准日程，就是将这个厝内底有偌侪人。的名来记落来，总是耶稣咧讲，迄无像罗马帝国，因为罗马帝国记人的名是要带你扣税，是要爱你去做兵，毋是。伫上帝国内底，恁要互上帝记得，恁的名要互伊记得，伫遐上帝要互恁性命活命，恁的活命无过。拢无价值，因为安尼，主耶稣向上帝感谢祈祷。过去伫旷野内底，摩西对以色列人讲：上帝带恁经过迄个大搁通行的旷野，是打扫无水的地，遐有毒蛇、热仔虫，又为着恁，互水对电的石盘。流出来，这是《申命记》第8章15节。所以主耶稣嘛要对这群人讲，主耶稣讲主的权能，要互伊所找见的人经历蛇、热仔虫、甲对敌，总是伫迄个过程内底，恁要得到平安。上时耶稣爱因，路加福音第10章20节。唔通因为这个声神降服恁，恁就欢喜。刷来，咱做伙来读看卖来。着因为恁的名记在伫天顶，来欢喜。因为安尼，路加才会将这个出名的比如故事就放伫这个所在，因为这个对话的重点，就是人爱安怎做，才会互上帝记得。因为我其实就是这种意思啦。人我爱安怎做，上帝还会记得我。路加福音第10章25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有一个律法教师徛起来试探耶稣讲：老师，我着做啥物才会得到永远的活命？伫中东地区，学生爱徛起来，才表示尊重。问问题，才表示尊重先生。律法师所问的问题，检采毋是问题，因为只有合法的继承者，才当承接产业。这个得到吼，原文是继承，所以咱应该用继承产业这个想法来读这段经节，继承产业的这项代志。所以。对旧约来看，这是专门咧指以色列人承受应允的土地，总是真歹势呢。这当以色列人拍拼就会当得到，毋是呢？是上帝才会当互人的呢。因不配，
先知是安尼讲，咱来读一个以赛亚书60章21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你的人民拢为秉公行义，因为永远继承应允的土地，因是我亲手所种所造，互我通得到阳光。当时的列比就根据这先知的话，将这个得到业。这条土地应允的土地作业，解说做属上帝的人，伫将来伊的拯救伫天顶有份啊！所以恁的名会记伫天顶的意思就是安尼。所以因就将这个得到土地应允的土地作业的这个观念，就换做永远的活命，互上帝记伫，互上帝记伫。然后，咱一开始读到，律法师咧问的问题是安怎？伊是徛起来，却是试探耶稣，伊咧试耶稣，是因为伊明明知影答案，刁智问的，因为当时标准的答案，承受永生，要继承这份产业，爱需要遵守上帝的诫命。上帝律法，刷落去，所以咱才会读到下面的对话。路加福音10章20节、26节，咱读到这个对话，做伙来读。耶稣应伊讲：律法有写啥物？你安怎了解？耶稣到应话无嘛吼？耶稣无回答这个问题，正面回答，伊颠倒问伊一个问题。然后，这句话当翻译做：我会当听你权威的解说无？我等下当听看你权威的解说。你是律法师啊？啊，你本身就是教律法的人啊？你安怎读圣经？你安怎解说圣经？因为一定有人在你问，我要哪得到永远活讲这个问题。路加福音第10章27节，刷落去，这个人就安尼译，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迄个人应讲：你着专心、专情、专力、专意听主你的上帝，搁着听厝边，亲像听家己。迄个原文厝边这字是人，所以咱嘛会当翻译做听人，亲像家己。听人爱人如己啦吼，听人亲像家己。这个人结合《申命记》第6章第5节，以及《利未记》第19章18节，这两段经文，若看做是上帝律法的总结，就是精髓。伫马太福音内底，是耶稣主动咧吩咐这句话，总是不管这句话对什么人的嘴来出，总是这两段经文真巧妙，就总结了人对上帝甲人对人的责任。上帝为安尼吩咐，因为安尼今仔日有真侪教会伫信仰告别的时阵，因嘛用新的诫命来互相劝勉。刷落去，咱读到路加福音第10章28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耶稣甲伊讲：你应了尽德，照安尼去做，就会得到活命。卡巴特认为，耶稣学了这个人将圣经读了真透，你有准确的认捌，总是问题是啊，你敢愿意安尼照安尼去行？耶稣的回应，其实甲台语新的译本较接近，就是若你安尼行，一定会活。简单啊吼，你若安尼行，一定会活。所以这句话若指迄个将来的时态，这就是文字顶头真特别、真歹翻译的所在。伊若原文是将来时态，叫做你若安尼行，必定会得到永远活，对无？将来，总是伫叙利亚的译本内底译做现在的时态。
照字面来了解，就是你若安尼行，即摆你就活的。所以主耶稣互伊的答案是啥物货？你想要做啥物来承接永远的性命吗？现在用你整个的人去听上帝，甲听人吧。路加福音第10章29节，刷落去才出现这个问题。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迄个律法教师为着要表明家己是对，就搁问耶稣：什么人是我的厝边？巴克利的译本翻译做治罪啦吼，总是治罪，但即摆无人咧用啊。所以什么人较清楚？什么人是我的厝边？卡巴特认为，伫伊的讲道内底，伊讲：即人毋知影只有上帝恩典，咱才会当得到永远活。即人倚靠的是家己的意志甲能力，毋茫伫上帝面前来显做义。律法师真正的问题是啥物货？伊将家己看作我是完全的义人，所以只有对我来出发来听人，所以伊才会问讲：啊，啥物人有资格做我的厝边啊？啥物人有资格做我的厝边？伫利未记内底，将厝边，所以厝边，咱若讲厝边，一定有远甲近，对无？迄个近的人，他是厝边嘛吼，远的人，他有可能是我的厝边啊。所以，伫利未记内底，利未记19章17、19、18节，将厝边界定做兄弟，你的兄弟，地有血缘关系的兄弟，甲本国的子民，这叫做犹太人传统的解说。当时的列比对什么人是我的厝边有真侪无同的看法。总之是因所列的清单顶头，肯定无外邦人，嘛肯定特别一定是无撒玛利亚人。因为安尼，主耶稣才会讲出这个真出名的譬喻甲故事，就亲像一开始的对话。主耶稣毋望这个问问题的人家己印出这个答案。所以，这个譬喻就是为着这个目的来写的、来讲的。路加福音第10章30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耶稣应讲：有一个人对耶路撒冷落去耶利哥，拄着强盗，因剥伊的衫，搁甲伊拍到半死，然后甲伊放下地，做引去。咱爱知影，对耶路撒冷伫山顶，迄个对山顶要去耶利哥拄啊是一个山骹落山，所以是落无毋对。然后这段路17英里，17英里这段路是一个对古早开始就出名危险的一段路。罗马将军庞贝伊占领耶路撒冷的时阵，伊捌想过要派兵去招除接近耶利哥城附近的贼收，一个土匪营寨啊，贼收。中世纪十字军伫这条路的半路顶头，嘛起一个真细的城堡，毋望会当互来往要到耶路撒冷敬拜上帝的人，会当有强盗来的时阵，会当有一个会当秘的所在。然后伫古早，一个人的身份，你穿啥物衫就代表你是啥物人。你穿啥物衫就表示你是属啥物宗教，你是倒一族的人，甚至你穿啥物衫，惊看质料就知，你是穿丝的，是穿棉的，穿布的，就表示恁兜是好野，也是宋香，听有意思吼？所以伫古早也无亲像今仔日啦，阁有身份证的，会当证明你是啥物人呢？古早无呢，古早看衫，你穿啥物来判断你是啥物人。
所以人的衫若互人剥走，衫是自散的。规身躯的衫互人剥走，伊随变做无命的人咧。伊随变做一个无命的人。这个形容词叫做拍到半死。这个定义是就是列比喙中的临终啊，临终。所以一个互强盗拍到半死无命的人，倒伫路边啊，看起来要死啊，要死啊！要安怎？什么人会当救伊？什么人会当救伊？路加福音第10章31节到32节，做伙来读这段经文，做伙来读来。拄好有一个祭司对迄条路落去，看到迄个人就闪对路的迄边过去。相款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迄个所在，看到迄个人嘛闪对路的迄边过去。咱来知影，祭司是主耶稣时代精英分子。当时有名望的人，绝对无可能行路行17英里，无可能。所以古早今仔日有名望的人是开车，佫无得较是开车尔吼，该看开什么车，对无？今仔有钱有势的人，该看你是开什么车呢？古早迄个有名望的人，精英分子，绝对无可能行这条路啊，用行的无可能，17英里。所以伊应该是骑驴啊，然后甚至佫有甲伊做伙行，服侍伊的路卜。这个公元前180年到175年，叫做便西拉的智慧教士，真个现在佫藏伫天主教、圣公会甲东正教的旧约经典内底，因看做次经，咱伫因的圣经内底看做次经，叫做便西拉智慧的教士。当然，伫新教内底，所以咱伫圣经内底读无啦，咱读无，因为新教无承认因正典的地位。总是伊因为是早伫主耶稣时代，差不多要200年，所以伫迄个所在，咱会当对内底来参考，迄时的祭司，也是迄时的犹太人，是安怎理解行好事这项代志。伫便西拉智慧的册内底，12章是安尼讲，伊讲你若要行好帮助人，爱知影你的对象是啥物人。那安尼，你的迄好行为就袂白白浪费。毋通帮助罪人，爱谦卑的人行好，毋通甲遐个无敬虔的人施舍半分一sen。真奇怪呢！谦卑的人斗伫面头壳顶讲伊谦卑，斗写2字谦卑，无嘛？咱嘛毋知伊是毋是谦卑嘛吼？啊，无敬虔的人嘛袂写嘛吼，不义袂写。安尼咱要哪认捌什么人是有罪的人，什么人是谦卑的人？这个智慧的人，伊的教示真现实。伊教人讲，你要帮助人进前，你爱了解伊是啥物人，若无你就会浪费。所以咱的好行为叫做会浪费，毋通帮助这些罪人，因为若安尼，你就有可能甲上帝作对。简单来讲，伫迄个时代，主耶稣的时代的人，文士、智慧的人咧教是讲，你若毋知影伊啥物人，你就毋通来帮助。然后祭司主要是做啥物货？当时的祭司是收集甲分发11奉献人来到圣殿内底11奉献的祭物，其中一部分就做祭司家己的其中一部分。所以，若因为接近死人，若接近这个死人，就拍拉sam家己，
毋那袂当做工颠倒的人类厝内的人。搁较具体来讲，若照上帝的律法规定，若即人死，伊爱保持4支手骨以上的距离。那安尼就亲像我甲副长老即个距离差不多哦吼，4支手骨以上的距离。请问，单要确定即人到底是死还是活，就爱超过即个距离，对无？就爱下过即个界限。假使伊若发现即人死，祭司爱做啥？祭司爱拆你伊的衫，规家己做无清气，爱杀牛献祭，进行7天清气的仪式。我相信，包括祭司厝内底的人，伊甲伊做伙行的路仆，同行的祭司拢会支持伊即时的选择，就是闪甲远远去。闪较远的较无代志，闪较远的较无代志。利未人是啥物人？利未人是祭司的下骹人。照圣经的记载，是缀伫祭司的后面，然后照迄个地形，因拢安尼行落来，表示因拢伫圣殿服侍了啊，要行转去耶利哥。所以照迄个地形，利未人一定远远就看到祭司伊所做。照经文来读，利未人应该更较瓦棍这个人，所以伊有看清楚这个人是搁活的还是死啊？伊有看清楚啊。总是伊选择，我嘛闪较远的，一定毋是惊拍拉伤家己，毋是，可能搁惊是毋是附近搁有强盗埋伏伫边啊？总是神学家搁对咱讲一个答案，有可能检测更较大的心理因素，是伊看到祭司的选择啊。这利未人心内底一定会想，我有这个义务为着这个人冒险，伊也毋是我的责任嘛。若无祭司早就行动啊。我若帮助伊检测我这个行动会侮辱到我的顶司呢？祭司是我的顶司呢？我指控伊不仁加心硬，因为安尼，亲爱的兄弟姊妹，这两人拢是受害者，因为这两人拢是教条主义下面的受害者。因只想要照上帝的律法来行事为人，总是律法若读到尾后，只剩计算。我爱离偌远，我才会当无受拍拉绳。律法若到尾后读到，只有计算我爱付偌济代价，那安尼就会放袂记即上帝爱咱，用全人去听的即条诫命，就是到现在，即种心态悠然存在。咱时常掠做生活，咱应该安怎活？咱的工课安怎？应该安怎？上帝拢予咱答案，是上帝予咱听的答案，照伊的话去行就对啊。总是，所以咱会时常感觉自我感觉真好呢。咱会感觉我是义人，我是好人呢。直到有一天，一个失去知觉，予人规身躯予人绑了了的人，就倒伫路边，这要死啊！要安怎？开始丢毒啊！智慧的人毋是甲我讲，毋通帮衬迄个青云人。万一好心互雷霆，万一我若救伊，颠倒互人误会，万一我帮衬到罪人，要安怎？也是卖啦。真明显，这个祭司甲利未人也毋知影伊是毋是我的厝边进前，我就闪远远去啊，敢毋是咧？变色内智慧的教师详细显示，当时犹太人
是怎样看撒玛利亚人。便西拉智慧的教士智慧册顶头50章有安尼写，伊讲有2个民族是我的心所厌恶的，第三个根本毋是一个民族，迄徛起伫西尼山顶的非利士人，以及伫示剑的愚戆的人。一只拄仔提到三种人，第一种人叫做以东人，迄住伫西尼山顶的；第二种人叫做非利士人；第三种人，因甚至阁无承认伊是一个民族呢，叫做撒玛利亚人。然后称撒玛利亚人叫做戆人，愚戆的一群人啊。迄时的历史学家约瑟夫嘛记录一个事件。当时有撒玛利亚人伫搬过节的期间，将人的骨灰移到圣殿内底，拍拉散圣殿。因为安尼，当时犹太人甲撒玛利亚人亲像元首人同款的对立。犹太人会伫会堂咒诅咒骂撒玛利亚人，向上帝祈祷讲，互因无法度得到永远活。就亲像今仔日以色列甲巴勒斯坦的冲突，总是互人想袂到的是，耶稣煞来煞安尼讲。路加福音第10章33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总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对遐经过，一个看到迄个人就心真毋甘。这个人倒伫迄个犹太地内底，耶路撒冷到耶利哥城，这个是伫犹太地的范围内底，所以这个倒伫路边，毋知是啥物款的人，这个受伤的人，样样要死的人，伊是撒玛利亚人厝边的机会较少，绝对比祭司甲利未人较少。总是伊无亲像头前迄2个人，伊瓦棍，伊看。就看了生出毋甘，迄个圣经安尼怜悯啊吼，伫原文嘛会当翻译做毋甘怜悯。路加福音第10章34节，刷落去安尼写，做伙来读，刷落去34节，做伙来读来，惊挖去，用油甲酒抹伊的空喙，佮用布甲伊包扎。然后，甲伊扶起车家己的驴仔，带伊去旅馆，甲伊照顾。撒玛利亚人互这个青训人是受害者被夺走的物件，2项，一项是金钱，第2项是尊严。伊互伊毋是将钱ฮ็伫涂骹，是亲身来包扎，参与这个救援、取罗卜的样相。咱来知影古早迄个时代，只有主人才会当徛伫驴仔顶，下骹咧牵的迄是罗卜的，所以伊甘愿互用主人的身份取罗卜的款式，带伊去旅馆。路加福音第10章35节，刷落去安尼写，做伙来读这段经节。隔日，伊摕2个囡仔交互旅馆的头家，交代讲：请你照顾这个人，所费若着较多，我倒来时会补你。这人同款爱冒受拍拉伞、甲强盗的危险，然后。34节，咱读到油甲酒，不止用伫急救，要急救一个人，不止油甲酒，上时嘛用伫圣殿的敬拜内底。所以神学家咧对咱讲，迄个道，迄个原文的道的动词，嘛通用伫圣殿的敬拜。所以换一句话来讲。无有比伫这个人的伤痕空喙顶头倒油甲酒，搁较会当表达上帝所要求咱
的怜悯甲毋甘，就亲像先知论到人的敬拜，人爱怎样敬拜甲献祭的时阵，先知是安尼讲。做伙来读弥迦书第6章第8节，做伙来读来。人啊，上主已经有指示你，什么是好，伊要求你的是什么？就是施行公义、心存慈悲、谦卑，甲你的上帝做伙行。撒玛利亚人甲这个受害者拢毋捌见面过，无关系，总是伊愿意听这个有需要的人，原因只有一项，就是毋甘。原因只有一项，上帝圣神藏伫伊内底的怜悯，因为安尼，伊无算、无计算，我会开偌济时间、偌济金钱，甚至无个人安危的险。安尼就亲像保罗所讲，献上活祭同款。因为安尼，咱才有读到上尾因的对话，这个对话。做伙来读《路加福音》第10章第36节到37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做伙来读来。耶稣问迄个律法教师：“你想，这3个人倒一个是互强盗抢迄个人的厝边？”伊应讲：“甲伊怜悯迄个。”耶稣甲伊讲：“你去照安尼去做。”耶稣重新改造这个律法教师的提问，毋是列一个清单台讲，这是啥物人是你的厝边？啥物人是你的厝边？啥物人是你的厝边？耶稣是颠倒咧问伊讲，你应该成做啥物人的厝边？当咱咧问讲，啥物人是我的厝边的时阵，是用我为主，对无？用家己做义。用家己做中心，用这个家己的标准，想要透过这个行为得到上帝的赏赐、奖赏，互人互伊记伫天里。总是耶稣安尼讲，朋友，你问唔对问题啊！你的问题问唔对啊！你应该问讲，我会当成做啥物人的厝边？唔通用家己的标准。爱学撒玛利亚人，伊才是迄个真正实现上帝律法内底听厝边的道理，这就是你的标准，这就是你的标准。相信就亲像路加福音18章26节，听到这个话的人会问伊讲：那安尼，啥物人会当得到救啊？遐悬的标准，阮哪会做会到啊？对，兄弟姊妹，当咱承认靠家己做袂到的时，咱才有法度好好听见上帝话、主的话会甲咱讲。因为耶稣刷落去，就安尼应。路加福音18章27节，耶稣因讲：人做袂到的，上帝拢会。独独上帝才会改变咱迄个自家己掠做义的眼光。耶稣这个譬如影响真深，嘛真大。西方的国家制定一种法律，叫做好的撒玛利亚人法律，就是立法来保护做好代志的人。伫美国甲加拿大，要救一个急救一个人咧抢救的过程内底。迄个受伤的人若死，有可能因这个死者的家属会反告这个急救的人，所以这条法律会撤销因对急救的人这个法律的起诉。这个讲什么话？这个鼓励人对迄个看到路边死去的人。受伤的人会当及时伸手帮赞，好的撒玛利亚人
这也真做诸神的象征。对今年2月开始，俄罗斯甲乌克兰这2个国家的战争，互几百万的人逃离因的家乡。基督徒咧协助乌克兰教会团体的名称，就叫做“好的撒玛利亚人行动”。今仔日，亲爱的兄弟姊妹，咱伫一个真侪资讯复杂的时代内底，换一句话来讲，咱免亲像过去的祭司利未人，就是撒玛利亚人，爱就近看，较看有。咱真简单，就会当伫新闻，就会当伫咱的电脑、伫咱的手机内底。看到真侪受害的人，甲因的故事。Facebook 的设计，互咱不只会当按赞，咱嘛会当按拥抱、拉抱，就是按爱心，甚至会当饲迄个手气。总是这回应，伫电脑顶头、伫网络顶头，这回应，无法度正视。咱若想要真正帮助这需要的人，主耶稣爱咱好好问咱家己：我会当真做什么人的厝边？唔通停留伫安全舒适的所在，是去甲需要的人讲话，唔通伤过受限制伫咱的规则甲身份。爱因为上帝是毋是互咱心内？有唔甘甲怜悯来维生，是无毋对。维生有时阵会甲经济有关系，总是钱只会当解决一部分的问题。咱若无真正的关心，就无叫做你着照安尼去行。有人伫 Facebook 顶头朋友真多，总是这会互咱误解。误解咱朋友介侪，事实上现代人时常因为安尼无爱甲人互动。主耶稣来伫遮，有可能伊会叫咱讲：有时阵你电视关起来，手机啦关起来，去为需要的人做一寡有意义的代志吧。做伙来祈祷。主，你知阮有两只，阮侪时阵是有罪，求你怜悯阮，帮助阮，因为阮有时阵做袂到，阮只会阮的厝边，阮上近的人，帮助伊，怜悯伊，疼伊，总是阮去忽略你爱阮所做。主求你怜悯阮的软只甲有限，帮助阮。主求你帮助阮，互阮听见，就亲像撒玛利亚人伊所拄着的呼声，帮助阮圣神甲阮做伙伫地，互阮会晓夺去阮性命这支蜡烛，伫这个世界好好做一点仔。改变这个世界的代志，总是主，阮知，阮做袂到，总是你有法度帮助阮，求你帮助阮，互阮甲你做伙同行。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求主将你的话刻定。伫我心。圣诗第752首，你若欠缺真失望。
会众请起立吟全首。你若强过真希望，我着真力来帮助，求主看了就欢喜，显明真是坦道理，咱我一生听。咱我一生听，咱我一生听，求圣心来帮助。我若拄着心烦恼，你着替我来祈祷。求主看了就欢喜，显明只是坦道理，咱我一生听，咱我一生听，咱我一生听，求圣心来帮助。你若地到心里面，我的欢喜你的情，求主看了就欢喜，显明只是坦道理，咱我一生听，咱我一生听，咱我一生听，求圣心来帮助。我着你，我着面的，主的眼光归前辈，求主看了就欢喜，显明只是坦道理，咱我一生听，咱我一生听，咱我一生听，求圣心来帮助。会友真侪，即个来奉献，请陈素颜技师、花明伟技师来实现。咱头一摆到教会来，若毋捌奉献的意义，会使免奉献，袂要紧。咱今日来吟奉献的诗，
即个来报告，伫报告内先，咱先来读今仔日金句。咱伫周末头一页，我来读一遍，请会友来读2遍。人啊，上主已经有指示你什么是好，你伊要求你的是什么？就是实行公义、心存慈悲、谦卑，甲你的上帝做伙行。弥迦书6章8节，请。人啊，上主已经有指示你什么是好？要求你的是什么？就是实行公义、心存尊卑、谦卑，甲你的上帝做伙行。弥迦书6章8节。人啊，上主已经有指示你什么是好，伊要求你的是什么？就是实行公义、心存慈悲、谦卑，甲你的上帝做伙行。弥迦书6章8节。这个报告，咱先开节目第1页。咱6月份的这周的中心甲咱侍奉的人员这礼拜到后礼拜侍奉人员咱请咱家己来看。艺术的讲道的信息咱请咱家己来看。第2页，咱周间的聚会，咱团契的聚会请咱家己来看主流的聚会咱国小班、幼儿 A 班、幼儿 B 班、甲各中班、师范班来暂停。进行过程信仰组织班那是暂停到6月底。成人班照常来进行。我看迄个教会小组的聚会咱家己来看来第一来参加。先开节目第3页，咱来为着咱教会兄弟姊妹来代祷代祷的事项来代祷。第4页，咱顶礼拜主日奉献的名册，咱请家己来看。若毋对咱也请来甲教会办公室，还是中级来更正。消息报告伫周报的第5页，本主日6月5，第一，咱6月份的定位中级长老是林漳州长老，执事是苏玉玲执事是拜六，吴能执事是礼拜。第二，半年度事工的协调会，甲6月份的定期中执会，伫礼拜结束了后，伫7国1会议来调规，请中执来出席来参会。中执会煞。要阁开小会，请小会员来出席来参会。主日6月12，第一，主日的线上的会议，伫下晡7点来调规，请各班的老师同工来参与。教会消息，第一，现行的3场礼拜的时间来改变。合并来规划，自7月份了后，会将主日礼拜调整为台语礼拜是早时9点，华语礼拜是早时11点。咱主日礼拜甲聚会课程的时间咱来家己来看这个表。第二，为了推动教会小组多元的发展。培育新生代的领袖，请邀请兄姐来成立小组，听主各有热心的，拢会使担任小组长，无限制中心，来接受装备，领人归主，彼此相听。目前已经成立的小组，会调一人，咱看这个表，那鼓励来接力来报名，勇敢来承担接受挑战。若有感动的，也是讲有疑问的，会使向牧师来报名，也是来请训。第三，咱教会2022年夏季学校是我是爱开始报名。
咱营会的日期是7月13拜三到17礼拜。详细的时间咱请家己来看吼。报名费是一人1000块。营会长洲全勤会退200块。咱缴费的方式，现场缴费吼。平常时咱就是6楼办公室来缴费。若是假日，咱伫4楼也是9楼也有创一个摊位吼。也是讲你咧汇款来缴费。具体消息，第一，本会陈君毅兄弟的后生陈冠霖，5月23因为车祸颅内出血吼，伫台北新光医院交病房来急救，请大家来关心台岛。其他的消息，第一，咱通合作社李干事会伫6月12中昼12点，伫7公1会室来召开，请李干事来出席参加。台岛的事项，第一，为着教会确诊的兄弟身体的恢复来台岛；第二，为着病痛身体欠慢兄弟来祈求台岛。咱来看咱筹备迄台岛的事项。第三，为着咱同教会牧者、长职团契的首长服侍同工团队来台岛。第四，为着咱台湾的疫情来台岛。以上报告请牧师来补充报告，介绍。我来补充报告，详细介绍。伫咱中间今仔日有人客一队是这个亚文甲伟月吼，伫楼顶对无？在楼上吼。那因拍算伫10月份要结婚，所以因即摆拢伫南部工课甲做兵啦吼。这个伟月是伫南部来做兵，所以因差不多1个月看有法度转来一遍无。最近我甲因咧，我礼拜5有甲因做这个婚前的讲话吼。那大概几个月，大概因转来，我就会甲因讲话吼。然后因拍算伫10月份要伫咱教会来举行结婚感恩礼拜，咱欢迎伊伫咱中间拍鼓来欢迎因伫咱中间吼。请坐，请坐，亚文无看吼，不要紧，不要紧吼。好，另外是我以前证婚的一对吼，就是富安因翁仔某甲这个妈妈吼，美凤姐，因是中立教会青年，现在已经就读伫台南新南医，去年捌来咱的教会台南新南医新学生请安的时阵来咱的教会，伊是去年的新学生吼。今年要毕业。我甲因有真特别的关系吼，所以因就讲因这2天转来到北部，所以就要来参与这场礼拜。所以咱欢迎因伫咱中间，请徛起来，互大家拍鼓吼。咱嘛会当为富安来祈祷吼，伊安尼受洗诚做基督徒，结婚，然后去台南读册，真紧的吼，时间过了真紧，大概就过到即摆已经过6冬，已经3冬就要毕业啊。所以今年毕业，伊嘛详时会应该就是伫今年的6月会抽签去到教会做传道书。咱求上帝特别赏赐，或者的传道书会当真正祝福伫每一个间教会内底，有带上帝祝福甲毋望去到迄个上帝所差遣的教会内底。愿上帝祝福临在，这头一项。第2项，请咱为着最近疫情，特别是有的人可能无真影响，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爱互人关。我感觉互人关的迄个心理压力较大吼，所以包括现在已经伫线顶咧做伙参与礼拜的人，因为我相信咱拢应该小可知影，包括咱的教会嘛共款吼，有真侪兄弟姊妹是迄个。毋是因毋愿意来，是因爱受隔离，所以咱爱为着因来祈祷。咱也知影，咱身躯边有真侪遮个已经受疫情影响的兄弟姊妹，甚至是咱的逝世，
咱来为因祈祷，求上帝赏赐，互因的身体会当恢复，上时有健康。不只是身体，心理嘛爱有健康才会使。愿上帝祝福，互因伫这个过程内底，咱嘛爱为着台湾的疫情祈祷，求上帝赏赐，互台湾疫情慢慢的哪来哪退散。第三项，请咱为着咱教会刷落去，要时间礼拜时间改变，7月份开始，咱的礼拜时间会改做9点，第2礼拜会改做9点。然后花期礼拜会改做10点，上时咱也要做小组的调整，所以我要感谢侪回应这个答应来担任小组长的人。所以到时阵7月第1主日，我会邀请，特别是报告的时间，我会邀请这个小组长做伙来到台前，做伙因祈祷，求上帝赏赐，或者小组长有气力、有智慧。有上帝赏赐的眼光来认出，来邀请咱做兄弟姊妹做伙入来到这个小组。所以我嘛要伫遮呼吁，要请咱来回应，就是一个人至少会当参与一礼拜啊吼，至少参与一个团契还是小组，参与一场礼拜，然后参与一个服侍，求上帝帮咱，互咱的教会。透过这改变，真正有上帝圣神甲咱做伙伫地的气力。上尾，我要邀请咱为着咱的少年家来祈祷。今仔日是学贵学校这个早鸟假啦吼，上尾一天，所以咱也知影，咱厝内底有囡仔要报名，今仔日赶紧来报名。上时为着因咧筹备学贵学校来祈祷，求上帝赏赐，互即群少年家。会当伫学贵学校内底带领囡仔有活泼，上帝所赏赐的活命甲气力。上时因嘛答应要伫8月中旬入去到三民教会来举办福音队，上时嘛为着遐个社区的囡仔来举办夏令营。所以咱未来刷落去，阮计算出来了，我会邀请咱大家来奉献甲祈祷。爱奉献，因为这是一笔开销，总是咱求上帝赏赐，互因愿意担任这职入去到三民教会内底，伫遐来服侍。咱求上帝赏赐，互因有上帝的赏赐、甲祝福、甲智慧。特别为因来祈祷。上行信息第399首，愿上主大仁爱。这条歌是新加坡教会歌，咱会当听起来。第一遍咱要唱2遍，第一遍唱我，第二遍唱第一遍唱你，第二遍唱我。愿上主大仁爱，应点你心内，主会听每时刻。你应同在，愿主眼更偏着你，应主必宽待你。主相信保守你对只是高应世代。第二遍唱我，愿上主。大仁爱，应点我心内，主会听每时刻，甲我应同在，愿主应更
应主必款待我，主诚心保守我对一世高永世代。请牧师来祝祷。咱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永远的听从，圣神的相通，甲咱大家做伙伫地，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阿门，阿门，阿门。会众请坐，电力密度。咱即是来平安礼，请记得来来互相讲述，来问安。